这条铁路跨越山河，纵横上千公里，作为贯通中老的经济大动脉，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由中国段、老挝段组成。中老铁路中国境内玉溪至磨憨段全长约508公里，老挝段全长422.4公里。中老铁路不仅承载着老挝实现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之梦，更是一条促进两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也是关乎民生的合作示范成果。本期中老两国政学界代表做客中国东门会客厅，将结合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政策背景，讲述中国与老挝依托中老铁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助力沿线产业现代化发展的跨国情谊。常言道，道路兴而百业兴，铁路交通为老挝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成为连接中老两国经济发展的纽带，同时也给老挝当地的百姓生活上带来了可喜的改变。บ้านอยู่เมืองไส่แค่อุดมไส่เวลาเนาะเอาอยู่บ้านเนาะได้ยินข่าวว่าโอ้เขาเปิด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นาะเขาก็ตกลงว่าจะมาร่วมมือกับเขาแล้วก็เริ่มสร้างเลยแต่ว่า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มีแต่เขาก็อยากไปจีนอยากไปเบิ่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我叫宋鹏，宋江的宋，朋友的鹏，今年23岁，梦想就想当一名女司机。我们现在学的第一批的司机，觉得很酷，挺骄傲的。ก็รู้สึกแบบตื่นเต้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อว่าไปก่อนหน้านี้แหละทางรถไฟมั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ในลาวค่ะนะถ้าเขาได้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ที่ได้เข้าร่วมเราเป็นสุดทำอีกที่จะได้เข้าร่วมแล้วก็ช่วยเหลือ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ก็น้องก็ภาคภูมิใจหลาย。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了老挝与中国及其他周边各国的联通水平，加快了老挝工业现代化发展。中老铁路的建设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中老两国在农业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构建丰富的产业合作体系。农业的发展决定着这个老挝经济发展还有它现代化的进程，农产品的加工、仓储、物流，还有农产品开发的科研一体化。那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以后，可以说它将为农业的商品化提供很大的支持。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经济，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前途。那么在老挝呢，它在这一块相应的电子支付、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领域，还有这个技术、电子银行、信用卡体系等等，都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那么我想，随着这个中老铁路等等这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这个机会优势呢将更快的推进出来。中老铁路建设将为中老两国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合作创造新机遇，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及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有哪些契合之处？将对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产生哪些更深层的影响呢？我们听听学界的观点。那么未来中老如何来围绕这个中老铁路来进行这种全方位的经贸的合作比如说如何让老挝的一些商品那个更快捷的运到中国如果呢中国的一些商品如果通过老挝能运到泰国、柬埔寨其他的一些周边的国家就是说如何来利用这个铁路。另外呢，这个铁路建成以后，如何来发挥铁路周边的一些工业园、产业园的它的一些特色，特别是我们的中资企业在这一点一定要抓住中老铁路建成的这个机遇。我认为这个中老铁路它开通以后，它会促进沿线地区种种区域的发展，使老挝的经济呢和中国西南地区呢有个深度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挝和淡江煤工合区域的融合。通过这种
深度的综合，大家就会形成一个现代的农业、旅游业、能源、物流、加工制造综合发展的这么一个格局。中老铁路建设将带动沿线产业一体化发展，为中老双边经贸合作注入源源动力，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高度，为老挝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我记得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里有这么一段话：国之交在于民前进。所以呢，这样我们两国人民常来常往，多走亲戚，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密，就为中老两国的友好事业构建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尽我们所有的力量。2021年是中老建交60周年，60年一甲子，周而复始，万象更新，依托两国多领域合作，为中老关系长远发展规划时间表和路线图，助力两国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下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相信中老两国通过互学互鉴、互帮互助，将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大跨越。